敬为来耶神，敬哈利路亚，耶神，敬敬敬畏没，这人要看见哦，好好来敬畏嗯，来敬畏来敬行行行畏嘿，来行行呵去呵行为，济呵，人济人要看见来行为好，谢谢，来敬有看到，行为，济人好，谢谢，要看见来行为好，谢敬谢，去伊行为敬畏，济人要看见来敬来敬畏来敬畏，济人要看见，济人要看见，济人要看见来敬畏敬畏敬畏畏畏。恁着学罗耶和华，耶和华的老婆啊！恁着学罗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是学罗对只是到永远，对日出甲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罗的。圣诗282首，圣诗第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即是咱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两条诫，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第二条诫是，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心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
喂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今仔日是啥物日？今仔日？主日啊。咱拢讲礼拜日对无？我细汉的时阵，毋管是啥物宗教，我讲礼拜日，礼拜日。啊，我拢想哦，礼拜日就是星期日。啊，后来想礼拜日呢，礼拜的日子。哦，就古早啊，逐个人拢讲礼拜日，所以礼拜日呢，咱受主，咱信主，啊，咱来礼拜，而且调起上帝。当然，逐工咱拢会使敬拜上帝，毋过今仔日是逐个同心伫教会组织来敬拜上帝。所以自细汉咱拢听礼拜日最重要的礼拜日，咱同心要来敬拜上帝。伫咱组织的时阵，咱的心爱欢喜。啊，欢喜的时阵，就要吟诗。咱三甲来吟圣诗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欢喜爱有精神哦。来，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感谢。上主之大仁义，你日是恶龙，你名是我感谢。安尼好赛呀，无高呀第5站，我心所希望大真爱，主耶稣是你听我。真好听的一首诗歌，咱搁来吟圣诗324首。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风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的保护，是在带路参咱革命，又透过伊来支持，我靠上帝好大真情，有真情。
三甲平凡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恁着俄罗耶和华，耶和华的奴仆啊，恁着俄罗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俄罗，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俄罗的。圣诗第282首，圣诗第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会众请起立。我
即时咱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会众请坐。启应高土启应文第10篇，启应文第10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我捌吞忍听候耶和华，伊对通囝的含困，对土白中牵我起来。伊予我的喙唱新的歌，侪侪人要看见来敬畏。独独我靠耶和华，以及偏袒虚假的人。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袂对你排列。祭祀甲礼物你无欢喜。迄时我讲，你看我来啦。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今仔日来到你的圣殿，甲众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你。主啊，你创造天地，你是慈爱的爸，你的信息大过阮所想。主啊，过去一礼拜，阮伫世间的生活内面有烦恼，有软弱，阁有时无遵行你的旨意，求你赦免阮，洗净阮的罪，互阮的心得到清气，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即时，阮将一切心内的挂虑所交托你的手，愿你帮助阮安静落来，专心向你。圣神啊，求你伫阮中间运行，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你的声。开阮的目睭，互我看见你的真理；开阮的心，互阮接受你的话。主啊，求你祝福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前的诗歌、祈祷到后尾牧师所传的道，互阮拢得到提醒、安慰，搁得力量。互阮毋是干那做听道的人，也要做行道的人。互阮的性命真正活出你的真理。结出圣神的果子，互人看见阮的行为，就将荣光归乎你的名。亲爱的天父，阮的敬拜毋是因为规矩，毋是因为习惯，是因为阮真正爱你，愿意将性命献予你。愿你接纳今仔日的敬拜，愿你的荣光充满伫会中，愿你的名伫阮中间受高举，直到永远。阮同心合意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俄罗圣歌队献诗所献的诗歌是着永远向主唱歌。
圣经公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出埃及记40章34节到35节，出埃及记40章第34节到35节。伫周报的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咱做伙来看。迄时，云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摩西未入会幕，因为云停伫迄顶面，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伫会幕。讲道，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徛入会幕，请学牧师。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会当互咱三个组织来到上帝面前，做伙来礼拜。我是赤红街教会洪建宏牧师。感谢主人吼，我来到赤红街教会今年第8年吼。第一届有机会来到咱建成教会分享上帝的话语。咱两间教会应该是上瓦群的教会啦吼，应该无第二间啦。咱上瓦群吼。毋若是地理即个所在真瓦群吼，牧师细汉时阵嘛伫即个所在做礼拜，伫真细汉时阵，阮爸爸、阮姐姐嘛伫遮洗礼，有一天吼，知梅牧师传一个讯息给我我看哇，看真 surprise 吼，伊传一个讯息讲，互我讲吼，建宏你细汉时阵幼儿时嘛伫即个所在吼。我完全拢唔知影，完全拢无记忆伊就传我看，哇！我觉得这是宝贝
真想要甲伊讨迄张啦吼。但是迄张是历史吼，爱放伫咧教会内面，世世代代会当做纪念吼。所以感谢主，上帝囝儿无论伫什么款的所在，拢有上帝的恩典。无论是伫咱的教会，还是其他的所在，上帝要使用咱为伊来传福音。今日咧是即个台湾公报社文字的即个纪念主日啦吼。毋望咱兄弟姊妹嘛做伙为着即个机构、即个单位为因来奉献、代祷、恳求主帮赞。咱知影即马要卖报纸真无简单啊！要写文字要来趁钱可能嘛是真少啦所以咱爱为因来关心。毋若关心因有即个经营有好势无？嘛关心因所写的内容啊，是毋是有合上帝的旨意？是毋是这写的物件会当荣光上帝的圣尊名？兄弟姊妹，当你咧读报纸的时阵你敢会读到一寡互你真欢喜的代志？有的时阵会嘛但是你咧读报纸，还是咧读一寡社论的时阵，你会看见一寡甲你意见无共款的即个文字无？嘛会你读到意见无共款心内安那真生气，想讲以后就无爱读即个报纸所以咱嘛为着这个公报社来祈祷、恳求主帮赞。相信牧师相信公报社所写的这文字大部分拢是要荣光上帝，要互兄弟姊妹得到帮赞的。所以下面牧师继续讲道正经咱搁一摆压头来到上帝面前，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圣尊名，互阮会当稍加组织来到你的圣殿，你来敬拜。主，阮是何等有福分！主会当真做你所竞选的囝儿，明白上帝你的话语。总是主，阮要你承认，阮是有罪恶的，是有限制。阮对你的明白也无够野，甚至有的时阵，主阮内心的罪恶会阻止阮对你的实在。恳求主帮赞，互阮当中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主伫你的内面。拢互圣神大大充满，互你的话语来引带阮的心，互阮所行的有听心，互阮所讲的会当造就人、利的人，祝互阮一切污秽垃圾得到上帝你的帮赞、你的赦免，互阮生命会当有美好的改变，亲像主耶稣你共款。主，你献上感恩、谢谢，恳求主嘛帮赞，伫咧台湾公报社的即个机构。主因所经营的，主因所需要的，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无论是因的经济，无论是因的人员，主或者是因所写的一切内容，恳求主会保守、帮赞、提醒，主甲因来抵得。主互因所写的一切荣光上帝你的圣尊名。主，你献上感恩，谢谢。愿主上帝继续引带，将阮以下讲的时间交托。主，阮祈祷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今日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叫采列上帝的会幕，树立会幕啊！咱知影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中间，有真侪无顺利的。这个无顺利一部分是这个世界魔鬼撒旦，或者是讲这个埃及人法老。因有真侪罪恶，另外一方面嘛是因为讲遮个以色列人啊，无爱听上帝话语啊，无爱实在上帝话语，也是安怎讲？爱讲迄个心灵不成熟啦，想要听，但是无能力听，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拄着真侪艰苦、无顺利的代志。当遮艰苦、无顺利的时阵，上帝就出手。要来帮助因，上帝出手要来扶持因的性命。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咧读圣经在的时阵，咧看出埃及的这个故事的时阵，咱千万唔通看讲这就是一个真古早的故事，我拢知影真趣味，真有学习的故事，安尼尔。咱咧看这个故事的时阵，嘛反映出咱家己的性命，嘛反映出咱家己的人生。其实就亲像圣经在内面，而且的人物同款，咱嘛有限制，咱嘛有困难，咱嘛有幼稚的时阵，
甚至安那，甚至会背叛上帝啊，会背逆啊，互上帝无欢喜。所以当这个过程中间，上帝的喜乐伊的稳定，要甲人来同在。兄弟姊妹，你敢有这款的经验？你有这个经验无？就是较早你无熟悉上帝，或者是无认真跟对上帝，但是有可能拄着一件代志，或者是某一项的提醒，然后你心内醒悟起来，知影讲原来跟对上帝是遐尼啊重要。所以兄弟，毋若是咱家己开始跟对上帝，咱嘛要安怎来影响别人、帮助别人？有可能是你的囝儿啊，有可能是你的弟弟妹妹。有可能是教会遮的兄弟姊妹，也是亲戚朋友，还未信耶稣的，上帝嘛要透过你，就亲像透过摩西共款，互伊会当熟悉上帝。在熟悉上帝的过程中间，上帝就要互咱感受到伊的恩典啊！吼，要安怎感受呢？咱来看出埃及记一寡的内容吼，在出埃及13章21节。遮有记载哦。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伫咧旷野的时阵，咱对圣经有识的人就知影，伫咧历史啊，有啥物款的物件引出以色列人？啥物款的物件？分挑嘛，云柱啊，暗时有啥物？火挑啊，即个分挑甲火挑，啥物意义啊？代表上帝的同在啊！代表上帝的同在，而且这个同在是会当感受的，是可以感受的，看得到、摸得到、感受得到，不知道吃的吃不到了会当感受的啊，这个分挑甲火挑当感受，但是上帝的同在有真侪款的形式啊，很多种的方式，比如讲安那，第一种咱做来学习。上帝的同在是随时拢同在，是你无发现的时阵，是你唔知影的时阵，是你有需要，你还未甲上帝祈祷的进前，上帝就安那，上帝就已经备办啦。就像拄则牧师一开始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牧师唔知影原来我伫建成教会已经有小儿洗礼过啊。我拢唔知影，兄弟姊妹，真侪时阵，上帝的同在是你唔知影的。上帝定定咧保守咱，互咱有平安，互咱有稳定，互咱有教业，会当来享受上帝一切的美好。第二点呢，除了上帝随时同在，你可能无一定有感受以外，第二点，上帝帮咱同在。上帝帮助咱，特别是你拄到艰苦、困难的时阵，特别是你烦恼、压杂的时阵，或者是你的紧张，唔知影安怎处理的时阵，每一届牧师上台讲道的进前啦，我唔知影姊妹牧师甲义姐牧师敢会甲我同款每一届上台的进前我拢会感觉真紧张啊！为什么？哎呀，今日要分享上帝的话语啊！今日会友有准时来无？你看你边仔的人敢有准时来？还是有提早来无？今日讲道兄弟姊妹得到帮助无？上台正前啊，拢会真紧张但是真特别每一届这是我的经验，我唔知其他牧师的经验是安怎每一届我一上台就感觉很兴奋啊，感觉真欢喜啊！因为今日有上帝的美好，有上帝的同在，我有机会甲人来分享上帝美好的话语，互人会当明白上帝。就算这人无一定会当完全领受，总是安那福音的经济会当有机会甲众人来分享。兄弟姊妹，为着这件代志，你会感觉真欢喜无？兄弟姊妹，真侪时阵上帝帮助咱伫你的心理内面。伫你的实际拄到困难的时阵，或者是你有任何的需要，你甲上帝祈祷的时阵，上帝的帮助同在会深深的扶持你。我记得较早我伫咧台南一个学校做校牧，
我做校母时阵真意外的就是甲学校的学生拍篮球啦。我听讲，毋是听讲啊，我看义节牧师嘛真爱拍篮球啦咱教会真侪青少年真爱拍篮球。我伫咧学校时阵嘛真爱拍球，就找遮个囡仔做伙来拍球。伫甲因拍球的过程中间，嘛会甲因分享上帝的话语，也是讲来关心遮个青少年的需要。其中有一个青少年，我甲伊分享煞以后，我就问伊讲：你有要信耶稣无？你要不要信耶稣？而且有的时阵讲即句话你爱有勇气的。安怎讲？有可能对方会甲你拒绝啦，有可能对方可能面有难色啊。所以有的时阵，咱要讨因比较柔性，讲信耶稣真好。最后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讲你有要信耶稣无？我就问迄个学生啦，伊就看到我甲伊讲你若要信耶稣，我即时带你来祈祷，做一个决志祈祷。伊就讲好啦，牧师，我愿意啊。我就在球场上就带他做决志祷告。而且当我为祈祷时，心里是真欢喜啊。但是后来我咧想这个代志的时阵，我知影这是上帝的帮衬。这毋是啥物，这毋是我家己的功劳。我真熬，也是会当甲因做伙陪伴，所以因就真感动啊！讲这个牧师真会拍球，拢会当得很多分，所以叫信耶稣，毋是因为安尼啊，我为来传福音，伊愿意信耶稣，是安怎会当成功带伊来做决志？是因为这个学生啊，伫个生命中间，伫个学校的过程中间。已经有真侪人甲伊传福音嘛？已经有真侪人甲伊讲信耶稣真好，你有要来教会无？你拄到这个困难我来甲你关心。我来帮助你拄到这个困难，会当帮你出主意。安怎来处理？伊四周围已经已经有真侪基督徒啊。所以当迄个时阵，我为祈祷问伊讲要信耶稣，伊讲伊愿意的时阵。牧师所做的不过是安那，不过是这个过程当中的其中一环而已啊，只不过是最后这个最后的一踢啊，把他踢进门啊，这不是我的功劳啊，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帮助。所以兄弟姊妹，在你的生命中间嘛是同款哦，在你的工作内面、你的家庭内面、你的家族内面，也是四周围你的。亲情朋友，有拄着艰苦的无？有拄着困难的无？你有希望帮助伊无？如果咱有希望，咱就要祈祷。相信那是因的需要，咱家己嘛有真侪需要哦。恳求主帮助，你若有需要，你也甲上帝祈祷。祈祷的时候，毋免累志，要有信心。有可能你今日祈祷需要听候一礼拜、一个月、一年、2年、3年。甚至10几年的时间拢有可能，咱爱有啥物？爱有信心，恳求主帮助，就参像牧师为着迄个囡仔、迄个学生祈祷，毋是随时伊就信耶稣啊，是因为伫这过程中间真侪人帮助伊啊。第3点，更较奇妙的上帝同在，叫做有感受的同在啊，有感知的同在，有感知的同在，就参像拄则牧师所分享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日时有分条，暗时有啥物？有火条，甲因会当来同在。这过程啊，参像真好，王子跟公主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生活。实际上毋是安尼啊。以色列人因毋捌上帝，然后因就开始犯罪，去拜偶像。拜偶像的时阵，耶和华上帝非常的无欢喜，生气，就甲摩西讲话。讲安那，讲摩西啊，我应允互你的祖先有啥物款的即个应允，但是咧，即摆咧，你要去到迦南地我会差遣我的使者甲你同在啦。摩西啊，我有使者甲你同在，但是这以色列人我无爱甲因伫地啦，恁家己去啊，家己去自己去咱来看，当人犯罪。以色列人犯罪，上帝的反应是啥物？上帝的反应是啥物？第一点，
上帝反映是伊犹原会结集伊甲亚伯拉罕的约定啊。当人犯罪的时阵，上帝毋是安那摕一个即个三经吼，还是后述讲吼，还是迄爱的小手伫你后面安那开始要来讲你这无好啊，安怎拄安那吼，互你拍干吼，爱袂叫母吼。上帝一开始看人犯罪并毋是安尼啊，伊一开始是纪念安那，我甲因的关系是啥物？我甲因有啥物款诶？即个约束，这是上帝诶，即个个性吼，美好的个性。第二点，上帝搁安怎讲呢？讲我要差遣使者来引带摩西你的路站。摩西你这个人，但是其他的人诶，上帝就无要管啊。为什么？因为摩西忠心伫上帝面前服侍，所以上帝要竞选摩西，甚至安那甲摩西讲：摩西啊，这人拢莫改插啊！我着竞选你，你甲你的后代要做王啊！摩西安怎反应？你若是摩西，你安怎反应？讲好哦，上帝要竞选我，其他人莫改插，其他人歹斗阵啊，歹斗阵。摩西敢有安尼？无呢。摩西怎样对上帝说？说摩西甲上帝讲：主啊，你若无引带这以色列人，我情愿啊！我的命对迄个生命坡内面诶，这个所在给抹除啦。我情愿没这个失去我的生命啊。所以是安怎？人讲摩西的地位就甲耶稣是同款的。耶稣是中保，摩西嘛是中保，是牺牲的，是牺牲。所以上帝看重摩西，当人拢咧犯罪时阵，上帝就甲摩西讲：我单单竞选你。兄弟姊妹，你敢有这个自信？你有这个自信无？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有这个自信讲，上帝的确会竞选我的性命无？为什么上帝单单要竞选摩西？因为上帝无爱甲背逆的以色列人做伙来行，所以咱若犯罪，无愿意来回头，无愿意照上帝旨意做，上帝是不愿意与我们同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犯罪拜偶像，上帝会非常的愤怒，上帝心情会非常愤怒，无欢喜。兄弟姊妹，咱小可回忆一下你最近有啥物款的代志，互你真生气？敢有？让你非常生气，互你无欢喜的。最近牧师感觉真无欢喜的代志是啥物呢？伫咧篮球场的时阵拍球啊，互人弄着啊，弄者实在是真无欢喜啊。为什么这人想怎要甲安尼弄？弄着我手拢安那，拢受伤啦，拢受伤。兄弟姊妹，咱人定定会为着小可代志就无欢喜啊，就无欢喜。但是上帝毋是安尼啊，上帝毋是安尼，上帝是有仁慈的，有慈爱的，有疼心的，有忍耐的。上帝无凊彩生气的。当上帝生气的时，拢代表啥物？拢代表拢是真严重的啊，迄毋是小可代志当以色列人看见这知影上帝生气的时阵因嘛真紧张啊，赶紧安那将因身躯顶头一寡砖头这个金饰银饰金啊迄个手指真水的物件，全部拢摕落来。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真生气啊，千万毋通继续挂这物件来到上帝面前啊。毋能这代表一个悔改的心因为挂遐物件嘛有可能是安那，甲遐个拜偶像的物件有关系啊。现在你有挂一寡物件无？平安符啦，还是金啊、破链啦，什么款的纪念？伫你厝内面有这个拜偶像的物件有纪念的一定爱提弹掉，因为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砖塔。以色列人的这个砖塔是对倒位来？伊套砖塔，因原本是奴隶嘛，奴隶耶，奴隶怎么有金子啊？怎么有像这个手戒指啊？有金啊，有银子，这哪里来的啊？不可能有嘛？做奴隶并没有美丽的装饰，为什么有呢？因为上帝以色列人甘心乐意，
互以色列人有这金银财物，互因会当引带出来，代表什么？代表对因的保障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安那，就爱用这物件来到旷野时阵去做会幕所需要的金嘛。所以上帝互亚基人甘心落去，互因这物件。但是这人安那误用啊，误用将上帝所赏赐一切的恩典甲美好怎样，当作是偶像啊！系因为上帝赏赐咱一切美好你的经济、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这健康教会兄弟姊妹咱教会毋是这个建成教会这么水的所在恁教会各有2位牧师啊！哇，感谢主啊！出去一位搁留一个啊！迄偌好诶！这拢是啥物？这拢是上帝一切恩典甲美好啊！现在你小想看觅，有真侪美好伫你生命中间无？若有，咱爱感谢主，来感谢上帝。但是上帝无爱咱安那，将这美好当作比上帝更较重要。我的工作更较重要。牧师啊，你要这个服侍你叫别人啊，我真正无用啦，无法度啦。我迄趁钱1分钟10几万的啊，迄袂讲离几个啊。牧师啊，要做迄我感觉无气力啦。要赦免别人，要帮助别人，我都无愿意啊。虽然上帝互我真侪恩典，但是我做袂到啊。等这一切啊，兄弟姊妹，有时阵咱看家己，比看上帝更较重要。看这物质，看这社会，甲咱讲的更较重要。甚至安那不低不高，不见得是你故意犯罪啊，是不知不觉就陷入在这种错误当中。所以求主帮助如果上帝有提醒咱，有启示咱，咱就要悔改。来到上帝面前，伫创世纪内面嘛有记载，讲安那讲雅各要去朝见上帝时阵，伫厝内面就有一寡拜偶像的物件，雅各就要求厝的人就安那将这个拜偶像物件全部清去，因为这物件代表安那拜偶像就代表过去的所做。所行所讲的是无合上帝旨意的，是甲这个偶像别个生命有关系。但是当咱真做基督徒，当咱要跟对上帝、跟对耶稣以后，代表要行一个属天的新的路，所以过去也甲伊埋葬落去啊。如果若无将过去埋葬，代表安那？代表上帝赏赐互你的，你是黑白使用啊，懒散使用啊，互上帝无欢喜啊。甚至伫个诗篇内面有一个诗人安尼讲讲伊会当弹音乐啊。但是主若无使用伊情愿灭去啊，伊情愿失去迄个弹这个乐器的能力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敢有这种的心情？咱敢有甲上帝安尼讲？摩西是安怎上帝拣选伊？因为伊的性命就是这款的性命，因为伊的性命就是安尼行伫上帝旨意的内面。所以当以色列人还未去做会幕。人拢无法度来就近上帝时阵，摩西就会当大声安那甲上帝讲话。当以色列人伫一个营的所在，伫个营外有一个小小的会幕，迄毋是正式的会幕。摩西伫迄个所在，圣经记载讲安那，讲耶和华甲摩西讲话，亲像人甲朋友讲话共款，甚至是面对面说话，面对说话。摩西就开始祈祷啊，伊安那祈祷，伊叫讲主啊，你知影我真牛啦，我真好啊，我某咪人拢犯罪啦，主啊，你改变伊啊，你拣选我就好。摩西讲安尼祈祷，摩西毋是安尼祈祷啊，摩西有聪明有智慧，伊知影安怎甲上帝祈祷，伊嘛有仁慈的心，伊就甲上帝讲讲你吩咐我，就要引带以色列人来离开。但是却无讲安那，你要叫上狗啊做伙来啊！敢若讲安那，我照着你的名来实在你，你伫我的眼前，得到恩典，这个照你的名实在你，意思是讲上帝拣选摩西啊，所以开始摩西这个祈祷真重要，
摩西是一个求情的祷告。如果你要为别人祷告，这也是一个求情哦。咱看摩西安怎为别人祈祷吼？伊讲吼，我若伫你的面前吼，得到恩典，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互我会当实在你。互我继续得到恩典，求你想看觅这个百姓是你的百姓啊！摩西安怎祈祷？毋是输我食，输我穿，然后安那？输我欠钱，毋免应该有听过啦哦。输我食说，摩西毋是安尼祈祷啦。摩西祈祷讲主啊，你的旨意是啥物？所以你若对着困难，你要甲上帝讲主啊，这件代志你的旨意是啥物？毋若是甲上帝讲主啊，我真艰苦，主啊，啥某物人欺负我，主啊，我有真大的损失，主啊，我有啥物款的计划，安那拄安那？当然你嘛会当将这代甲上帝讲，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安那？甲上帝讲主啊，这件代志恳求你掌管。主啊，你有啥物款的旨意？恳求你甲我讲，互我知影你的计划、你的道路、你的方法。诗篇103篇第4节讲，上帝互摩西知影伊的法则，叫以色列人知影伊的作为。这个法则，意思就是道路啊。作为他的行动，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当摩西知影上帝旨意，伊照上帝旨意去做的时阵，伊得安那继续得到恩典。毋若是即时去到恩典，明仔载得到恩典，后日、后个月、明年、10几年以后，继续拢有恩典啊！现在你有欣赏无？你有欣赏这个恩典是持续的无？然后上帝欢喜伊的祈祷，上帝回应啊！上帝是讲话，上帝讲好啦，我的确要甲你做伙来，做伙去，互你得到安息。你看上帝回应嘛毋是全部答应因为摩西是甲上帝讲，恳求你指示你的道路，然后爱想这百姓是你的。但是上帝敢若应允第一点啊，讲好啦，我要甲你去。但是第二点有应允无？无呢，上帝无应允呢。上帝讲好啦，你我会甲你去。为什么我会甲你去？因为上帝知影伊真艰苦，上帝要使他得安息。因为上帝知影伊真有重担，所以上帝要帮助伊呀，帮助伊。兄弟姊妹，咱生命中间拢有重担，拢有真侪无简单的事。恳求主帮助，你将你的重担，今日你得当甲上帝祈祷，将你的困难、将你的重担交托给上帝。所以上帝所纪念的是什么？是摩西这人，单单这个人。当你若是摩西，你听见上帝咧讲以后，你有满意无？你会感觉好，安尼真好啦。摩西并无完全满意啊。摩西继续讲啊，讲你若无甲我做伙来就莫将阮对家来带阮去到迦南地人伫社区知影我甲你的百姓伫个眼前得到恩典呢？敢毋是你会当教阮工去吗？我甲你的百姓甲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摩西伊的祈祷，虽然伊知影上帝意爱伊，但是伊心内牵挂的什么？伊的百姓啊，伊毋是一个自私的人啊，毋是讲我得到好就好，我平安就好，别人安怎死了拢无要紧。摩西毋是即款的，所以就是因为摩西有即款的疼心，所以上帝拣选伊啊。因为摩西有这样的爱心，所以神拣选他。所以这是摩西第二真重要的祈祷。耶和华上帝就对摩西讲：你这个所求我嘛要行，因为你伫我的眼前得到恩典，而且我照你的名来实在你。意思是讲摩西啊，摩西，我知影你就是有疼心的。虽然第一届我甲你回应的时阵无答应，你完全的祈祷，但是你心内犹原挂虑。这以色列人其实亲像上帝同款，所以我要愿意听你的祈祷。到这来应该真好啊，对无？但是摩西继续祈祷，祈祷无煞。摩西讲哪？讲主上帝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一而再，再而三恳求主的保证，恳求主的帮助。讲主啊，你过来，你过来。
主，我感觉无够，恳求你帮助我一个卡无，兄姊妹，你甲上帝祈祷，敢有卡无？还是讲啊，今日无输祈祷，今日无输祈祷啦，安尼够，哦，今日安尼祈祷就够呀。摩西祈祷毋是安尼，伊不断甲上帝安尼仰望祈祷，所以你有捌听过有的人伫家己的所在祈祷10分钟的、15分钟的、半点钟的、1点钟的，紧食1天、2天的、3天的，你有听见有人安尼祈祷的无？有呢，为什么？因为心里头非常迫切，讲主啊，恳求你甲我同在，恳求你的荣耀，主啊，我感觉无够呀。摩西伊就是这款的心情伫上帝面前，所以兄弟，如果你拄着真正真正的困难呢，你应该安那爱照上帝发节祈祷，然后咱知影感谢主是甲咱同在的，然后恳求主的荣耀，毋是讲啊，我会当做这。我会当趁钱，我会当互人得到抱仔声，互我家己也是我的家庭得到好处尔尔。摩西的祈祷最后是安那，讲主啊，我做这一切美好，望会当看见上帝你的荣光啊！主啊，我所做的会当荣光上帝你的圣尊名。耶和华上帝讲，我要显出一切恩典，伫你的面前经过。会记一讲。上帝说话说经过啊，伫面前经过，然后我要宣告我的名，我要温台上的温台上，要人面上的人面上。现在上帝讲，要伫你的面前经过，这个经过意义就是迄个出去外面烧钱的这个将军转来，将迄个战利品摕转来，真欢喜，游街示众，互大家看讲我战争转来啊！摕到什么款的战利品，互大家做伙来享受甲欢喜啊！上帝讲，我就是要用安尼经过伫你的面前，互你安那，互你来欢喜，互你来享受。这个上帝要经，互伫咱面前经过什么？上帝恩慈，恩慈就是一切美好，还是这个美善的属性物件。这就真济啊！上帝主爱讲伊信这讲袂了啦讲袂了，这一切拢是安那，都是上帝要经过在我面前神的恩典、神的恩慈。到这，上帝讲经过这以后，我就要来宣告我是谁。第一届摩西问上帝讲：“你是谁？”上帝安那讲：“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是我家己啊，我听无咧。”上帝回答一个非常哲学的方式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嘛无法度甲这个摩西介绍伊是谁啊！上帝太伟大啊，无法度用一个名就互伊知影我是谁啊！所以一开始嘛无法度介绍外亲啦但是接续上帝就开始来宣告伊是谁，真重要。咱来学习咱做一个基督徒爱知影上帝是谁？上帝是谁？耶和华伫咧分中降临，甲摩西做伙徛伫宣告耶和华的名，向宣告啊，向宣告，是上帝家己宣告毋是摩西宣告是这个上帝家己宣告我的名是啥物？伊就开始讲啊，讲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慈恩典的上帝，无简单的生气，有丰盛的主爱，信息。为着千万人留存主爱，赦免罪孽、犯罪、罪恶，袂将无罪当作，袂将有罪当作无罪，要追讨伊的罪恶，对爸甲囝直到3、4代。好，这段真重要。伫圣经其他的圣经在嘛有记载，伫遮就宣告上帝是谁。所以伫犹太传统将上帝的属性分做13款13个属性。第一属性就是我是耶和华，是所有生命甲所有存在源头，照拄则迄个经文开始分析上帝是谁。第二个，上帝是创造世界，是非常美好的迄个上帝。所以神说，我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第三个，上帝是万物全能，是宇宙
各这个本性啊，神是宇宙结构的本身。按照讲，圣经讲，神就是光嘛，神就是光。这个世界内面无一个物件比这个光更较紧、更较重要。有物理学家曾经研究过，讲迄个光的速度若是改变，这个宇宙就会发生真大的问题。因为迄个光的速度决定这个物质界、这个宇宙所有的创造运转的方式。所以神就是宇宙结构的本身。好，第四点上讲，我是人民所有照我形象所创造的人。第五点，要互所有呼求我，但是无堪得着这稳定的人。第六，我无凊彩上去，熬上去，伫咧长期的痛苦内面忍耐。上帝定定咧忍耐，为什么？因为人犯罪啊，因为人犯罪，上帝希望互人机会来悔改。第七点，互人会得到超越咱想象丰盛的主爱。第八点，上帝是诚实、忠实、履行对人的承诺、应允、约束。第九个，为着千千万万人遵留主爱。因为真侪人还未信耶稣，这人嘛需要上帝的主爱。好，到这第九点啦到第10点开始小可无共啊第10点讲下面罪孽是啥物呢？罪孽意思是讲预谋犯罪啊！我就是要对伊无好，我就是要受康受胖，互伊有损失，预谋犯下错误，然后第11下面过犯可能所讲的是属灵顶头的犯罪，就爱照上帝的方式服侍啊，就爱照上帝旨意来疼别人啊，就爱照上帝旨意谦卑啊，但是有人无愿意的是犯罪，这代表可能是这个属灵顶头的罪恶。最后12个下面罪恶就是无意中间犯罪，不小心的啦，不是故意的。最后上帝要将有罪当作无罪，上帝要追讨这个代价。感谢主啊！耶稣基督亲自来付出这个代价。当上帝安尼甲摩西介绍煞，甲以色列人讲煞以后，就开始甲因讲毋若是10条诫爱遵守哦，还有其他的遵守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物件呢？因为这个物件甲当地拜偶像的代志有一寡关系，所以爱因莫做这个代志。上帝希望他们脱离错误的罪恶。摩西就伫迄个西奈山的领受上帝这个话语，就照上帝旨意去做上帝的会幕，互人甲上帝会当相斗阵。因为今日牧师用这段经文，甲大家做伙来分享。望咱的生命，如果唔知影上帝甲咱同在，咱开始感谢。是拄着艰苦困难的，咱开始学习摩西的生命，将这问题困难交互上帝。若是咱家己有问题困难的，咱嘛要亲像摩西共款，想到咱四周的人的问题，有可能四周的人甲你是对立，甲你是无好斗阵的。但是上帝讲，咱嘛爱为因祈祷，恳求主帮助。咱三个头来到上帝面前，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采你回报伫阮的生命中间。虽然即马已经无实际的回报，总是上帝你的回报，你的圣殿放伫阮的心肝头，祝福阮会当对心内你来仰望，你来敬拜。主，阮嘛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会当学习亲像摩西的生命。主，伫咧艰苦问题的时阵。主引带来到你的面前，主互我的祈祷下你的旨意，主互我的祈祷会当得到你的应允，互我渐渐来实在。主上帝，你是什么款美好的上帝？愿一切的美好会当经过阮的眼前，经过阮的生命，互我会当你来说出哈利路亚，感谢主。
祝阮将今日下礼拜的学习，搁一个供应交托，愿上帝应传阮的心，愿祈祷恳求拢是奉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回应诗，圣诗第324首，圣诗第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奉献，请书献的同工来服侍。奉献是咱回应上帝恩典的时刻，照着家己对信心的感动来奉献。
请坐。公道做伙来看大道的事项。公道事项，教会意向宣传正信徒万民该过失。第一项，愿主保守咱常常心存敬畏，互圣神充满，警醒悔改，将家己的身躯献上做祭，是活的、圣的。第二项，为着基体，陈王兰、沈淑慧、陈德明、赖清光、陈丽水、郭仁吉、杨志坚、林以诺、李雅娜、陈怡君来祈祷，为着詹若瑜、吴以轩、陈婉柔、林子瑜、怀孕的桂婷来祈祷。第三项，社区因发作的好厝边秋季班要开课，请为老师、同工、学员身心灵健壮，满有智慧祈祷。第四，为大罢免结束校事，求主怜悯，催迫各政党会当放下自义自专，为更较好的民主展开商讨，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每日的疼痛伫阮中间。主啊，求你帮助阮，存敬畏的心，互相提醒，彼此勉励，互相带导，互相相听，互相激励。愿圣神充满阮，互阮常常敬请悔改，将家己的身躯献做活祭，圣洁，互你欢喜接纳。主啊，阮特别为教会的肢体来祈祷，求你亲自医治、安慰、加添力量，互咱的兄弟拢得到你的保守、稳定甲平安。主啊，社区好厝边秋季班要开始上课，求你赐福老师、同工、学生，互因的身心灵拢健康，满有智慧，满有喜乐。互因伫学习甲交通的中间，亲身经历你的稳定。搁一方面，阮将国家社会交托伫你手中，求你施恩，互执政掌权的人有敬畏你的心，放下私心自利，用谦卑来治理，推动公义甲民主。愿上帝亲自看顾台湾，互阮的土地充满公义、慈爱甲愿望，人民享受平安甲繁荣。主啊，阮倚靠你，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搁甲力量。愿一切荣光颂赞拢归乎你。这时，阮要用主祷文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
代代无尽。阿门。今仔日伫报告的大声，要来介绍来参加的新的朋友吕春元小姐。咱欢迎伊，伊是咱的指挥的朋友，即马伫个新生教会咧聚会，欢迎你今仔来参加阮的主日崇拜。教会消息，本主日是文字事工奉献主日，感谢王建宏牧师的分享，也请为文字事工的需要关心奉献。伊嘅牧师也前往赤峰街教会交换讲台。第二，社区关怀据点因发作的好厝边秋季班要伫9月1号开课，感谢主，6个时段的课拢已经满。第三，礼拜部要定伫9月28号举行结婚周年感恩礼拜。若结婚35年以上的夫妻，拢会当报名，请到1楼柜台登记，方便。礼拜部制作周年纪念证书。第4项，教会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奖学金颁发的办法公布伫1楼的公布栏。要申请的，到9月21号截止。第5，10月19号是本堂一年一度音乐见证福音主日，是由建成教会甲见证分享的做主角。要做见证分享的兄弟，请赶紧牧师报名，限3名的名额，请把握机会。第6，台北中会教社部定伫10月25号举办年度净滩活动，地点伫永安渔港。报名费用每一个人无分年龄，一个人300块。费用的内面包括有游览车的费用、中餐、保险甲纪念品。要参加的，请伫本主日到1楼的柜台登记，搁交费用。第7，请各团契会长伫9月21号以前将第4季的学赛排班表交予干事会诊。第8项，为着要防止诈骗集团用教会的口座收款，递交教会的口座予冻结，请转销汇款甲教会口座的奉献的兄弟，一定爱伫汇款了后通知干事也是会计，爱注明奉献的用途甲奉献的人名，方便会计记效。团契消息，第1项，9月12号拜5上午10点，上联团契聚会，主理知美牧师。第2，9月13号拜6下晡3点，妇女团契聚会，内容心灵课程，讲员是蔡文峰关怀师。奉献的明细，若有错误漏交，请干事甲财务同工反映。上营圣诗第510首，圣诗第510首，乌老天顶主宰，请会众起立。咱大家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疼痛，耶稣基督保护热看，圣神相通，甲正姊妹伫地，互咱会当参像摩西共款，伫上帝面前，互上帝来欢喜，互上帝来竞选，
为着有需要人来祈祷，互伊嘛得到上帝恩典、上帝的帮助，对他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灭岛避讳。